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台先来看，最近北部是真欠卵哦，有柑仔店就表示讲，逐工进货的卵8点钟就拢卖了咯。各民众一礼拜拢买无卵。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是要求行政院成立欠卵小组。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3月初欠卵的情况就会改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表示讲，会尽全力来调度鸡卵。放卵的所在，空港拢无鸡卵，杂货仔店看板顶面写着下晡5点才有鸡卵进货。头家讲，最近这几天鸡卵入来了后，8点钟就卖了。有民众讲，已经一礼拜买无卵了。半小时内大概就会卖完了，就大家都是用抢的。因为其实如果我今天买不到的话，那我会明天或后天多买一定的量出来，那导致后面人根本就买不到。已经蛮久都找不到单，所以到处问。那你想大概几天已经没有买到了？1个礼拜都没买到。全台湾真侪所在买无卵，鸡卵国家队被点名成立2年，又无度解决欠卵的问题。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进前下室内，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李立讲，陈吉仲就啉5年，卵价是一年比一年较贵，就连囡仔营养午餐拢食无1粒卵，要求行政院爱成立欠卵小组。他要今年进口30万只的种鸡。这30万只的种鸡要到2024年、2025年才能实际的反映产蛋率的这个良率上面。蛋价比起其他国家来说，我们还算是平稳。对国内鸡卵需求量达到12万箱，即阵供应量大约11万3千箱，也无到7千箱。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鸡卵供应受到禽流感后季节气候变迁的影响，经由调度，也有饲料环备减税，答应3月初欠卵危机就缓解了。这一个禽流感的防范改善这个鸡舍的设备，避免禽流感的感染。更重要的呢，我们也加强这一个国外的鸡蛋的进口。有时候让消费者到我们的超市跑了1、2次才买到鸡蛋，我当然会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跟农委会所有的同仁，每天会把鸡蛋调度到市场。外界关心是不是两家暂时卖起，但集中讲两家是由7家协会、2家事业产销督导委员会来订定。对着气候甲禽流感，农委会落实防疫工作，补助禽舍设施更新，提升台湾两家产业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帛琉总统惠树林昨暗甲帛琉副总统飞来台湾，也毋过即抓帛琉的总统只会伫台湾停几点钟尔，煞来到的转机飞去废止。惠树林总统嘛宣传6月初4，帛琉要举办国际马拉松的活动，邀请台湾民众去参加哦。帛琉的副总统是会继续留伫台湾，安排5天的访问行程。Palau is open to tourism. We have many people visiting Palau to enjoy the sunshine, enjoy the sea, enjoy our culture, and we want to further expand and come and enjoy and run and exercise and participate in an internationally rated marathon that we hope to. 惠树林表示讲，因为帛琉是头一届要办国际马拉松的比赛哦，所以帛琉的观光部长顶人前一站有专工去金门来观摩马拉松的比赛，嘛邀请台湾的民众去参加。帛琉的副总统会伫今仔下晡2点半出席外交部举办的帛琉国际马拉松的记者会来做宣传。再来看美国甲台湾高层的国安对话，21是伫美国的在台协会华盛顿的总部举行。外交部长吴钊燮、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驻美代表萧美琴拢有出席。美国方面，副国务卿雪曼、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佮有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双方会谈7点钟哦。虽然会议无开放媒体，也毋过因事前有甲媒体拍招呼。有专家是认为讲，这可能是要对外来表示讲，台美的沟通无障碍。对于媒体镜头下手小将门，外交部长吴钊燮、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21出现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参加美台高层国安对话。美国出席官员有副国务卿雪曼、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国务院亚太组钦康达、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等人出席。那闭门会谈有7点钟，也毋过台美双方拢无对此做出回应。媒体报道，外交部部长跟
国安会秘书长在华府 AIT 总部会谈的新闻哦，外交部没有评论。以往呢，我们尽量是对外不公布了，事后说明，所以这个是跟以前有一点不同。希望加强跟台湾的关系，也做给他们看，做给一般老百姓看。当然，最主要，我想也是做给中国大陆看。前外交部长张建仁表示，台美国战对话有真侪年啊，即摆无相比和媒体翕到画面，确实是甲以前无同。那即马时机敏感，除了美中间谍气球事件，也有中期机长麦卡锡访台等议题，专家分析，这显示美国有意凸显甲台湾沟通管道真顺。像特别接近 AIT 主席的北京驻金主任罗森伯格也亲自甲台湾高层会面，除了国安议题，也有可能担任总统蔡英文的访问美国的计划。因为假设有访美的行程，可能这个相关的一些程序一些或是后续引起的一些可能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也不过，前立委蔡正元最近转发美国媒体电言论，指出美国总统拜登有毁灭台湾的计划。美国在台协会回应指出，拜登总统当年亲自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佮继续坚定遵守到底，包括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等对台湾的约束真坚定。外交部也补贴消息来源完全无查证，绝对不是事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北部、东部的水气较高。今仔早起基隆北海岸、佮宜兰地区气象局嘛发布大雨特报，其他的所在大部分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气温拢有小可回升。北部地区是15度到19度，中部地区是14度到25度，南部15度到27度，东部16度到26度。中南部的温差嘛是个真大，也毋过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今仔日，干那这方面的桃园以北甲东部地区有可能会落淡薄仔雨，基隆北海岸、宜兰佮有东北部的地区雨会落较粗。明仔载半晡开始，佮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北台湾的天气又佮会变较凉冷，会一直寒到礼拜。最近南部真欠水有可能会是30冬来上严重的可旱，尤其是台南。自来水公司嘛一定决定讲，3月初1开始，台南的水井灯号要改做减量送水的干巴式灯号。南科的厂商嘛拢开始紧张啊。气象局嘛预测4、5月份落雨的几率嘛是无悬，也毋过经济部长王美花是强调讲，绝对袂互欠水影响到产业。但是为了互各地科学和产业园区在用地的需求大大增加，因应产业需求和转型，高雄南市科技产业园区推动更新计划，要甲具行政建筑拆掉电器。经济部长王美花日前嘛参加动土，不会影响产业，对，不会影响产业。对记者的问题，王美花是承诺欠水袂影响到产业，但是南部已经有一冬外无明显降雨，气象局嘛预告4、5月降雨几率增加，恐惊冲击高雄水情，企业嘛烦恼园区供水稳定度。我们尽量的省水使用哦。第二方面的话，我们希望水的供应哦是先有一些规划来因应这些的，特别在干旱季节的时候哈，我们大家还有其他水。原来就有大概有5到10万公吨的水哦。那拢有一支工位中央遮来啊，咱产业园区拢知影吼。我昨个特别甲咱的水利署确定讲吼，这条讲吼，咱一定爱顾好势，分配好势。高市府批是病正案，要确保供水无问题。2月已经是减压供水黄灯的台南，3月水情会更较热烈，会转做减量供水干嘛式的灯。工业区、科学园区承受影响，会欠水10%，互南科大民增援大港和民邦拢大受影响。南科有导入再生水的使用，那目前使用量是每天1.3万度。那因应现在缺水，我们到月底会把它拉高到1.8万吨。读起来高只水价拢伫水面顶悬看现现。南投日月潭最近降雨真少，水位一直降，互民众真烦恼。台电的台关发电厂是定称水位降，是因为下游农业用水的需求真大。目前日月潭的脱水率有8成以上，但是同款呼吁民众爱欠咧用水。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
美方百货公司客户的资料外流，90万用户的个资、供应商的资料，拢互骇客藏伫网络底背。美方接到威胁可钱的配额，就报案咯。虽然内部有更新系统，也毋过因为客户的资料拢已经外流，救袂回来，所以提醒会员得要定定来改密码，保障资料的安全。再来看《自由时报》，咱国的国防部甲美国军事交流最近阁有突破性的发展哦。陆军54旅甲333旅等2个单位，按算今年的下半年会去美国交流。再来看《中国时报》，受到疫情的影响，前几天哦，真侪人拢唔敢出门。有语言治疗师就发现讲，1岁到3岁的囡仔哦，规工伫咧厝，无囡仔做伙佚佗，无合适的对象，所以出门哦，大家嘛拢嘴暗挂条条。这2天无愿意开嘴讲话的囡仔人数，是比疫情之前增加要3成。咱再来看美国甲罗西亚的总统最近互相的呛声。罗西亚总统普廷伫演讲的时宣布讲要暂停甲美国协议的减少新战略武器的条约，而且无排除要开放核子武器的测试。针对这款的言论，美国总统拜登伫波兰华沙演讲的时阵嘛讲，乌克兰绝对袂互拍败，嘛强调消停乌克兰。北约组织秘书长嘛批评讲，普廷的做法甲讲法，未似是要发动第3届的世界大战。过几个俄乌战争特别满一档，俄罗斯总统普廷伫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的时阵，宣布暂停甲美国协议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 New START。佮表示有必要时阵有可能恢复核武测试。В том числе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в США идет разработка новых типов ядерных боеприпасов. Та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есть. В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и Росатом должн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готовность к испыт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Первыми мы, разумеется, этого делать не будем. Но если США проведут испытания, то и мы проведем. New START 是美国甲俄罗斯双方唯一个限制核武规范的协议，目的伫限制双方核武的数量。俄罗斯外交部强调，伫条约的有效期限2026年到期之前，有关的遵守核弹头数量的限制。普廷伫演讲内底，依然强调军事行动的正当性，批评欧美国家利用乌克兰冲突对俄罗斯做制裁，是要结束甲俄罗斯的关系。嘛认为西方国家的制裁无成功，对此美国总统拜登是甲普廷化为交战，伊伫波兰发表演讲，表示继续坚定支援乌克兰，而且强化北约组织的东边防线，伫一礼拜以来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1 year ago, the world was bracing for the fall of Kyiv. Well, I just come from a visit to Kyiv, and I can report Kyiv stands strong. 北约组织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伫甲欧盟甲乌克兰的3方会谈内底，批评普廷的决定是要向第3届世界大战发展。As he made clear today, he is preparing for more war. We are also increasingly concerned that China may be planning to provide lethal support for Russia's war. Putin must not win. That would show that aggression works and force is rewarded.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就呼吁美国甲俄罗斯爱恢复全面履行条约，认为无核武限制世界会更加危险甲无稳定。而欧盟是表示会召开各国国防部长的会议，讨论更加具体的应对方案。国际新闻台是唐平英。来看，在美国的北部甲中西部发生暴风雪，造成加州停电，公路嘛封起来，有超过3500个航班取消。伫北达科他州，甚至预测讲可能会出现零下48度的低温。也毋过哦，伫佛罗里达州却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大风势甲强风侵袭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甲新墨西哥州，两个州之间有322公里的公路封起来，几路清河失电，因为风速1点钟80公里，国际机场取消甲额外航班超过100航班。美国国家气象局讲，亚利桑那州北部海拔1500公尺以上，23早起有报摄有30公分深。北达科他州23的温度可能会降到摄氏零下29度，24会再降到零下32度。有气象专家认为，甚至有可能会出现零下46度的极端低温。南达科他州苏布市摄12度，涂骹会摄有43公分深，风速1点钟72公里，温度零下5度。Our plow operators have been out since yesterday, likely be working through Sunday. Unless you legitimately have a need to be out traveling, to stay home, not worth the risk to yourself. 风势一个月落几落工。
昨晚已经伫咧加州造成失电，国际机场关闭，22早起有上千航班取消，并且伫包括新英格兰在内东部地区落雪与落雨。当局已经警告驾驶人要注意落雪谷骨。马里兰州的电火条啊，甲路边的树啊倒去，互冰雪砍掉火，可能会伫咧22暗甲23早起停电。不过伫美国其他地区像大西洋沿岸中部几落的州，一直往南到佛州，气象预报讲可能会出现创纪录的高温。这么才2月就袂输敢若4月遐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意大利的水岛威尼斯，今年的渴旱嘛真严重哦，运河的水位已经大底了，水位上过低，船无法度行。专家甲环保团体嘛警告讲，未来会阁出现渴旱。另外，法国最近几个月嘛拢无落雨，嘛是面对欠水的危机。威尼斯运河水位实在伤低，以早真受到观光客介意的水上游览行程，即马煞看到运河变作落光的大鸡，厝的地基捅出来，船只卡伫空旷的河床，也造成贡多拉水上客运车甲救护车无法度运行。这种情况已经继续几啊礼拜。这个单位阿尔卑斯山落雪量无到往年一半，落雨量也不足。北部的加尔达湖水位降到历史新低，乌上一座圣比亚吉奥小岛，即马出现一条小路。Abito qui da 18 anni e non l'ho mai visto così basso il lago. Cioè di solito arrivavo qua con la barca, invece questa volta si va a piedi. È abbastanza brutto, diciamo. Speriamo un po' di pioggia in più. 西澳目前有一个高气压打着，已经滞留大约15天，造成气温升悬，无啥会落雨。根据上新的气象预报，未来几天有一个气旋挖近，有希望带来落雨。意大利环团环境联盟表示，意大利的河流乌壁出现欠水危机，上长河流保护为西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流往亚得里亚海，即马水量甲往年同期比减少61%。烦恼去年7月就遇到70年来上严重的苦旱的危机会阁发生，伊当时保护进入紧急状态。这个区的农产量占意大利的1/3。那伫法国已经有31天无明显落雨的苦旱记录。气象局立意表示，自1959年有记录起来，冬季无雨天数是以前毋捌看过。去年因为严重苦旱、雨水不足的危机，即马更加互人烦恼。西南部大约有1000位的农民上街抗议，要求储水灌溉。Et là, nous est proposé des baisses autour de 20-30% des volumes, qui sont catastrophiques pour notre agriculture locale. 通常冬季是靠落雨量来补充地下水的关键时期，不过自1月2日以来，法国全境逐天落雨量无到1毫米，甲2020年的春天的记录是差不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土耳其甲叙利亚大地震已经造成47000多人不幸过往，也毋过嘛陆续一寡好消息咯。有一个互救出来阿姨啊，已经健康出院咯，交互伊阿姨请养。最近哦，因为真侪灾民阁继续住伫布棚内底，中间的大工程，当地政府是真伤脑筋。一家人围伫一个细汉婴仔身躯边，一直甲伊弄。土耳其甲叙利亚强烈地震，互救出来这个查某婴仔，毋若顺利来出院，也正式由阿姨一家人来收养，准备甲6个表兄弟姊妹斗阵来生活。وهي صارت يعني وحدة من أولادي يعني بنت لإلي يعني ما مميزة هي من أولادي。阿弗拉爸母甲4个兄弟姊妹拢伫地震中不幸来死亡，伊用发现时身躯也连着大灾大。尽管进前传出真侪人有意愿要来领养阿弗拉，最终由交由伊阿姨来请养，并且用伊老母的名来号名，已经是真重大。不过阿姨一家人相款住伫个叙利亚东灾区阿勒颇，即阵厝已经倒去啊，未来因一家人的日子啊真歹过。أنا انعرض علي كثير إنه أطلع برا البلد وهذا ما أنا رفضت. خلاص أبوها وأمها ماتوا هون بسوريا راح نبقى بسوريا معها。土耳其安哈吉亚灾区的破砖仔顶面是挂着真侪红色的鸡龟仔，用来纪念灾难中死亡的囡仔。而这侪厝倒来留落来几啊百万栋的阿门土架，也找无会使集中放的所在，恐惊也有环境污染的问题。只不过政府即阵头壳更较疼的问题是，要安怎来安置大量的灾民。总统埃尔多安进前表示，3月起要开始来重建大约20万户主体，因为若是无厝通住伫布棚，这也毋是办法。公司新闻杨干编译。
非法入境的移民，和美国各州拢正歹处理。德州甲佛罗里达州当地政府为着抗议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之前专工用巴士甲移民再去纽约抗议。纽约市政府最近嘛提供免费的车票，鼓励移民去加拿大还是其他的都市。也毋过，这款的做法嘛引起批评。纽约上无用的港务局巴士总站最近出现真侪欺骗，领免费车票被前往美加边境。It's hard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get by once you're here. 萨拉玛去年6月为美北边境进入美国，后来到纽约，由原底想要伫纽约讨生活，不过加拿大工作文件就等到毋知什么时阵，最后也是选择前往加拿大。But I am 100% grateful to New York because the city provided free housing and free food. But I am a bit sad that I didn't achieve my American dream. 提供免费车票的都是纽约市府。进前，德州甲佛州因为不满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陆续将大量的移民送到纽约，到达已经有4万多人。结果，原先对移民友善的纽约也感受到受用的压力，开始用免费车票鼓励移民前往加拿大还是其他城市。I search the better life. I search for safety. Search to work. Excellent work. 这种做法也引起政治社会的注意。不过，市长亚当斯强调，无强迫移民离开，只是协助有需要的人。那移民上巴士了后，经过6点钟车停，各专车就会到边境，各为罗克斯姆路进入加拿大。罗克斯姆路不是正式的检查站，无详细经历，所以较好入境。去年就有4万名移民为这进入魁北克省。Canada is good. It's a good country. We want to live there more than here. 不过最近魁北克省长一直强调移民人数增加，当地已经被砍利，伊要求联邦政府关掉罗克瑟姆路的过境点，移民的加拿大梦恐惊也有变化。公司新闻请关联朋友。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罗西亚总统普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要去罗西亚访问。普廷嘛讲这2个国家的关系会有新的发展。战争已经要1冬了，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讲，美国嘛考虑要提供乌克兰长程飞弹甲战机。再来看今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由美国主办单位是表示讲，美国会把台湾当作是 APEC 的正式成员，地位甲其他会员国同款会确保包括台湾在内所有的经济体拢会当参与。再来看有日本媒体报道讲，中国的监管机构禁止腾讯甲阿里巴巴集团一寡大型的科技公司提供开讲机器人 ChatGPT 这款服务，因为无经过审查的言论，和共产党的政府无法度接受，所以决定要禁止。再来看交通部提出公共运输月票的补助方案，行政院今仔就会做决定。北北基桃、中江头、南高屏3大生活圈的交通月票，3档200亿的经费补助。也毋过，云林、嘉义、花莲佮台东嘛表示讲，伊嘛要加入，嘛呼吁政府嘛爱重视其他县市。公车到站，人去落车，行几步就使转盘捷运。有民众带台南，逐工看县市通勤到高雄上班，每代替的月票搭配捷运，一个月大约爱3300的交通费。若对屏东到高雄，敢若代替30天月票就超过1100块。未来拢会纳入交通部月票补助方案。南台湾的南高屏生活区初步调向县市内跨县市2种方案，以高雄为例，会使配捷运，也有轻便铁路这大众运输来往台南、屏东受代替加公路客运，大约伫1000块以下，互民众用较省的。他如果要搭各种交通工具，他必须要分着去买，对他来讲，在不熟悉的状况之下是很难的。在我们的 Mango 的平台上和月票的发行，那至于详细的票价，我们其实还在计算，然后大概应该会在1000元以内。交通部有建议3年200亿经费补助公共运输月票，原来锁定台北、新北、贵人桃园、中江头、南高屏这3大生活区。不过消息一出来，云林嘉义首先来争取关注，就不能只有齐头式的平等，应该要因地制宜才是。我们希望透过台铁，那也透过我们市内的这些公车，或是我们所有的公共运输了。花莲甲台东也拍算申请，更加希望符合在地需求。希望鼓励
这个观光客来到花莲多使用这个电子票证。内容可能会用多元运具的方法来进行这些相关的补助措施。政全台22个县市，包含花莲台东甲外岛5个县市无申请，由月票票价也牵涉到中央补助款甲地方的自筹款。交通部讲，正密集甲各县市来讨论经费平分的比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健保药的介绍，今仔公布有6000多项药品的落价。健保司长赵忠良表示讲，调降后的总金额是81亿8千万，毋是外界风声的150亿。目前是有88项的药正欠货，所以这药的介绍未调整。不少民众较关心到社区药局也慢性病连续药单，也毋过风声健保署的大幅健保药预算，也互外界烦恼，欠药恐惊会更加严重，而且药价调降了后，病院可能会出现一波换药对厂商的影响层面比较大的时候，会不会造成供应上有一些短暂性的短缺？医疗机构也会根据民众的这个用药的一个习惯以及成本各方面的考量，去综合判断要不要去换同品项的药来使用。对此，健保署长赵忠良亲自说明，今年健保药价有计调降6000多项药品，总金额是81.8亿，并不是风声150亿。为了避免影响药厂供药意愿，已经拟定3大原则，包括比基本价较低的药品无调整，另外调整了后药价比基本价较低，上价调价基本价，而且已经向食药署通报，佮经过评估确定所欠的药品无被调整。目前呢，跟食药署有通报的，大概有88项，那么面临缺药危机的，我们一律不调整它的药价，维持原价。赵忠良强调，药价调整上近2-3摆是公告，因为4月初1上路实施进程，要互业者有反应的时间。那业者对降价幅度无构成本的问题，会当提交分析报告，健保署会进一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服务业对欠工的问题正伤脑筋，餐饮集团王品诺顶半年都有500个亏，薪水嘛已经调悬，也毋过人嘛是个真歹找。业者是表示讲，最近有未少超过55岁以上的民众来应征，嘛发现讲中高龄的劳工真肯做，表现拢袂歹。将床单枕头布整理了后铺好平，帮部环朱小姐身手溜达，动作紧，看不出已经60多岁。由于高雄搬到台北了后，就伫饭店担任帮务员。虽然最近帮务员大欠工，饭店变做7人只剩4个，工作下来朱小姐也无想过要离职。有我们人力比较吃紧，能做的话就尽量帮忙。互相 cover。对啊，互相 cover 就是来的时候就互相做，那如果说来不及的话，就晚一点下班。将洗清气的大药底放好，佮将自助餐台面的食物摆好。连锁火锅店活动服务员柯小姐也是年纪超过55岁，中高年级服务生，以前是家管，即马到了服务业，一开始有淡薄紧张。小孩都长大了，然后现在在上班，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想说跨领域，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做过餐饮业，比如说有些食安的问题，我们平常不会接触到，然后师傅会慢慢的教。连锁餐饮集团就发现，最近有不少像这款的超过55岁，或叫做中高年级服务生的能力来面试，部分有相关的经验。计划主讲，中高年级服务生一旦通过面试录取，表现相对稳定，加工来路，确实会当淡薄啊疏解欠工。餐饮业要解决缺工问题的话，也是要加薪之外，也给这个中高龄劳工跟其他一般员工一样一视同仁的一个薪资，尽量就是做到同工同酬的一个这个状况。领导银行业者伫去年底调查，针对一般员工欠亏，伫聘用中高龄劳工的时，有60%多业主讲确实有年纪的考虑，也毋过随着欠工继续，有希望改善中高龄劳工就业的状况。领导银行业者也呼吁业主爱善待中高龄劳工，像尽量莫有薪水的落差，欢迎单上白班，互社方拢赢。记者综合报道。林务局农林航空测量所负责国土空中猎影的任务，也毋过因的飞行机拢超过40档咯。农委会最近阁买2台新型的空拍机，对11000英尺的天顶飞落来，路顶的民众面拢看得真清楚哦，处理相片的速度嘛紧真济。发生800风灾进前的高雄小南村，清楚会当看到地面上的厝规排。在后小南村完全消失，雨土就掩埋。也是10多年前，捌一个发生走山事件，山崩地骨的全貌看甲真清楚。这款珍贵的灾变相片是林务局农航所透过航协所记录的，也过靠的是一只机龄即马超过40年的飞行机所翕的，存在飞安风险。
每发生一次类似像重落地的，或者是这个鼻轮这个折损的这种事件，同仁需要花好几个礼拜，他才能够恢复。然后各位想想看，你还要再上这架飞机去进行航摄的工作。来到台北松山机场的机坪，会当看到两架全新的 King Air 3602，这两架都是龙航所百度困难甲民间公司合作引进的新型航遥测飞行机，有个会当独特缩地翕全台湾1摆的时间，会当达到15公分解析度的影像，也就是为11000英尺的高空拢会当翕到篮球场上的人。以前在航摄飞机的能量比较不够的时候，大概可能都要花3到4年。我们未来1年，台湾至少每一寸土地它是可以被拼过一次的。卫星发达，安全也需要靠遥航测飞行机执行航翕的。林务局表示，透过卫星长期翕所得到的相关投资成本真悬，达到天文数字。这摆两架新的飞行机是合作的惠特利航空公司先投入6亿资本买飞行机，搁以类似标体用资组的方式进行。计划当10年，业者也需要今年透天无休困提名，配合勤务。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农业欠工的问题是真严重哦，引进科技的进步是改善的办法之一。即马嘛已经有真侪农民拢是在应用大数据、人工智慧的斗相共。也毋过哦，其实才是打起步尔尔，未来应该会阁有愈侪相关的发展，咱做伙来了解。非常好是当日照食物，寒天3个的秘诀都是伫即寡电火珠啊。亮灯照多久，就是达到它的需求。然后去做调配，每个人的技术都不一样。日照不足的季节，照电火会当达到催火效果。电费是需要的生产成本。清华大学智慧办公室甲公园合作，引进智慧农业系统。透过 AI 的模组的计算，建议调整光照时间。不过一开始，农场的接受度并不高，因为光照技术涉及农场的经营闭关。做了一个叫做光照的一个 AI 的模组，那我们可以侦测到它白天到底有多少的光照，所以我们当初我们就设立一个区域，那就看说白天的灯要补多少光，那到底最后的收果到底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异？最后选定一块区域进行实验，发现调整照光时间了后，上侪会当减少1半以上的电费，刷来扩大实施。飞龙公园是清华大学合作的第一个大型农场，透过经济部的专案计划，实施智慧农业的示范中心。那为什么我们找到这么大的农场？因为它能够提供我非常大的数据，比如说刚刚讲那个肥料。你2种肥料，它也不知道到底好或不好。那我们就有一些数据，除了它的产果，它农人可以知道之外，它比如说它的肥力，比如说它的EC值，它能够很稳定，不会这样上下变。农作监测7项土壤数据，以早做农，凭着经验值，那即马有更较科学的数字来做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农委会农企所开发的一款新的木瓜品种大龙11号，甲以早咱这2号品种比起来哦，木瓜肉无遐尼红，也毋过到分的时阵还无臭腥味，嘛较细粒会讲放较久哦，是真适合外销的品种。巴甜的木瓜看起来真好食，毋过正品质粒无遐红，那像是也未够分。其实这是农委会农企所研发出来的新品种大龙11号。伊是黄肉，咱台龙2号的是内底是红肉。即马小宝这食起来，伊的口感甜度有够，但是伊肉就是较黄安尼尔。它的果型比较小，它比较适合现在小家庭的利用，它的耐储性也比较好，在家里可以慢慢吃。第二个呢，它做外销也比较有机会。这40冬来，国内大部分拢是食红肉的大龙2号木瓜，生得较大粒嘛较嫩。即马新品种的黄色11号有较细粒，是真适合小家庭的分量，而且会当放较久，嘛无2号的鲜味。颠倒是带一时的回芳。台龙2号什么都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真成熟的时，伊有一个核，大概有30%的人哦，因为有这个核，
无愿意接受这个叫做台龙2号这个木龟。啊，咱这小宝哦，11号，伊就无这个问题。口感吼是跟台龙2号是差唔差呢？以农民来种来讲吼，嘛好管理，嘛袂真复杂。农民加入试种这款新品种，嘛要学习新的种植管理技术。透过落实清园甲监测来预防病虫害，减少使用农药，那爱护咱的环境，嘛互消费者食了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云林北港的移民庙，已经有200档的历史，是云林县的县定古迹。最近庙内有5种的文物，和县政府定落做一般古物。另外，今年北港的灯会主灯就设伫移民庙口，是闹热滚滚哦。庙方嘛表示讲，因未来会来设一个电视厅，嘛会出册，互大家来了解移民文化。总监的庙司就吊的通亚堡，这是云林北港的移民庙。北港移民庙是因为清朝时发生控管民变事件，包括林松文事件甲地条村事件。这阵义士为着要保卫国土，牺牲家己的性命。北港为着要纪念这个义士，就起一间移民庙，到搭拜超过200年，嘛是云林县内重要的县定古迹。北港移民庙移民来讲，是在西元1788年，在乾隆53年的时阵为国牺牲的。啊，伊的神主牌啊，交伊的骨骸，拢会埋葬伫遮。这后壁这是108位的，边仔这2墓是咱迄个大头村事变的骨骸，就是伫这遮。毋那移民庙是县定古迹，内底收藏的5件文物，包含青花灰啊、漳州窑、移民牙公的牌位等等，拢是云林县政府认定的古物。每一件拢有历史故事甲文化意义。县府表示，未来暗算设一间电视厅，出版专册，记录移民的精神。青花瓷啊，这个是漳州窑啊，交这个大头村事件的30多位的神主牌啊，啊，搁内面咱一尊移民牙公的神尊。以后咱移民庙会去起一间展示厅，要展示给大家看。庙方表示，今年的北港花灯注定就设伫咧移民庙门口。等到3月12日，各类民众来北港时，会当去移民庙做回赏花灯、看文物，感受北港的人文甲历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台北文学季3月初4特别起稿，今年有办创业市场、讲座、甲展览，咱做伙来看卖。无意中看到伊30岁时的日子，拄好是我17岁迄年的春天。不晓得想一个人的时候，连春天都会停下来。熟悉咗招大咬面，真正天理講信聲。文林用无共款的语言朗读春天，点出今年台北文学季东城之人文学意强的特色。活动总策划洪德斌表示，强这里温暖佮有力量，希望透过活动，互人感受什么是做伙。今年佮特别举办多文化的市集。我觉得台北是一个殖民新著名的地区，所以有各国的印尼、越南，他们用母语朗读。那在这市集上，当然也就针对着这一次参加我们族群啊，那这个是真正是多元族群啊，共享共荣。除了市集以外，文学季活动嘛用讲座、书展加影像特展的方式，互作家加民众共读、共写、共生。台北市长朱万安表示，要用文学将人甲人之间的互动吹回来。因为过去因为疫情，其实人员之间减少了社交，但是相信在疫情趋缓之际，我们透过这一次文学剧各项的活动，能够让大家贴近我们的文学。2023年台北文学季3月初4开始至6月初8，伫记住庵等相关的文化园区、校园甲册店举办系列的活动，用文字、声音甲影像展现多语言文学的水。记者麦尚英、林玉凯台北报道。再来看，这礼拜开始，伫澳洲甲纽西兰会开始实施付费订名册哦。并且母公司 Meta 19宣布讲，有付钱的用户会当认证摕到哪些狗仔，避免口罩互偷用，还是避免互偷走。目前已经有哪些狗仔的用户都未受到影响。并且母公司 Meta 19宣布推出 Meta 认证制度，并且甲 IG 网页用户每个月爱付钱11.99美金，相当新台币366块；手机用户是加3美金。
核心台票458块，上号队员得到999认证徽章。除了防止冒名甲互人偷用演提权、互人吹到甲出现的几率，另外用户延付Meta专属优惠，目前敢若提供18岁以上的用户，无包含企业用户。It's a verification, a bit like the way Twitter had the blue tick for people that could prove their identity and their public worth. Meta 付钱制度这礼拜头星节澳洲甲纽西兰实施，社群媒体业者表示，这项服务是面册升级版。Meta 对应查核用户身份，减少冒名甲互人偷用的证据，提供社群经营者更较侪保护机制。不过，一般用户表示，有甲无拢无差。I wouldn't pay for Facebook. I feel like if you don't pay, they're gonna inundate you with ads and sort of bots and stuff just to punish you for not paying the $20 a month. 社群媒体 Snapchat 甲即时通软体 Telegram 伫2022年推出付费服务。推特是伫顶个月开始收钱。Snapchat 伫2个月内新增加100万用户。Telegram 用将近半年时间超过100万，虽然营收表现依然有待成长，不过社群媒体已经将订阅制度看作是新的营收项目。社群使用付钱也正做出色。另外，美国最高法院为2日开始针对网络平台用户发布内容有合并权展开2天的辩论。这项合并权来自美国1996年通过《通信端正法》第230条法案，保障Google、YouTube 甲面册推特这些社群媒体用户发布内容的编辑权。虽然网络资讯甲言论应更较公开传送，也造就网络平台权力不息，所以因为不当内容的泛滥受到争议。反对这法案的人士呼吁，若牵涉药品贩卖、诽谤诉讼、暴力威胁的网站内容，拢无应该有合并权。最高法院针对遭受恐怖攻击致死的案件展开辩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英国最近有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一礼拜休困3天的效果，结果发现讲，员工的身体会变得较健康，公司的营收嘛颠倒增加。9成参与这个研究计划的公司嘛，拢表示讲，因会继续来进行这项实验。对比起来，到倒病才到安静时节，人类伫疫情前后对工课的心态出现真大的转变。英国有非营利组织和剑桥大学和美国的研究单位合作，去年6月到12月是做全球上大规模的一礼拜休3天的实验，拢总有超过60间英国的企业要3000个员工参加试验，薪水无减，但是一礼拜只需要做工课4天，结果安怎呢？Our turnover stayed, it was actually 102%, so despite the fact we were working reduced hours, and it is reduced hours, it's not more hours in fewer days, we actually managed to increase our turnover, our sickness levels, the absenteeism over that period dropped by 66%. 另外，员工整体的健康嘛有明显的改善，感受压力和感觉疲劳的状况减少啊，困眠嘛变好。9成外的公司拢讲会继续用这个政策。Because the thing we were most concerned about was this idea that would people become more tired and more stressed because they were trying to compress their hours, and that's not been the case. 兰卡斯特嘛讲，当然公司嘛有做一寡系统顶悬的 update 和准备，来帮助增加员工做工课的效率。上主要的就是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公司伫咧实施一礼拜休3天进前，拢有先和客户讲，后壁客户对因的表现嘛是同款满意，合作嘛无出现啥物无爽快。有学者认为讲，关于一礼拜休3天的企业，更较会当成人来遮找头路。Very soon, the organisations that are advertising jobs as old 5-day-a-week jobs just aren't going to get the best talent applying. So once we get to that tipping point, it's not a question of whether companies want to be in this new movement. It's a question if they're not in this movement, they're just not going to get the employees they need. 专家建议讲，为着因应一礼拜休3天，每一间公司拢有无同的应对的办法。若袂当全部的员工拢休拜5，会当用轮班的方式。某公司是采取每礼拜上班5天，但是减少逐天的工时到6点钟尔，维持员工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就是未来的趋势。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来看英国的凯特王妃拜二去拜访一间老人院，刚好是拄到英国的煎饼节咯。王妃就亲身做煎饼，或者老大人食，结果煞甲一块煎饼煎甲臭灰搭。也毋过过程嘛是真趣味，咱做伙来看卖。
以用遮亲民众的英国凯特王妃拜二煎饼节即天，造访英格兰一间老人安养中心，和市大人来开讲。 煎饼节是对基督教的传统来的，甲打大约400年的历史。现场特别安排予凯特等伊的厨艺煎饼，予士大人食。伊认真甲总铺师请教煮食的技巧，甲面搁倒入去鼎内，搁表演甲饼对空中ฮ็，但是蒸出来的饼缩高复复。 Definitely totally left out. All the ones that were made earlier are much nicer than this one. I'm sorry, I haven't done you justice. 凯特嘛较紧，家己笑家己，讲伊做的是错误的示范，但是现场气氛真好，敢若无人会去批评王妃的饼可能袂当食。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 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9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